後總統大選嘅選情呢？大家好，歡迎收睇時事多面睇。台灣反服貿學生佔據立法院超過1個禮拜，唔少人嘅焦點已經由今次協議嘅命運轉移到事件對台灣政局嘅影響。服貿協議係馬英九總統最重要嘅政績之一，但係喺試圖化解今次嘅事件嘅過程中，立法院長王金平就被指冇積極配合，再次凸顯兩人嘅不和。台灣反服貿學生佔領立法院。馬英九總統認為係憲制危機，決定召開院際會議。立法院長王金平原本答應出席，但係臨時失約，又表示今次係立法院嘅家事，冇必要行政院插手，更加促請當局就服貿協議傾聽民意，明顯同堅持通過協議嘅馬英九打對台。黃馬兩人嘅恩怨可以由2005年講起，兩個人當年競逐國民黨主席。打住反黑金旗號嘅馬英九攻擊王金平賄選，王金平落敗之後拒絕馬英九嘅邀請，再出任副黨主席。分析指兩人已經心存芥蒂。舊年9月，兩個人嘅不和更加白熱化。特偵組嘅監聽記錄顯示，王金平懷疑向法務部長表示，希望唔好就民進黨員柯建銘背信案上訴，被控關稅罪。王金平質疑特偵組未審先判。馬英九就形容係民主法治發展最恥辱嘅一日，更加撤銷王金平國民黨黨籍。後嚟王金平獲法院批准，暫時保住黨籍同立法院長職位。到咗上星期三，台北地方法院判國民黨撤銷王金平黨籍嘅程序違反規定，王金平可以保留黨籍。有評論認為，今次王金平缺席院際會議係喺9月政爭之後嘅一次反擊，再挫民望低迷嘅馬英九。馬英九召開尋求化解僵局嘅院際會議失敗，喺星期日嘅記者會之後，民望就創下今年新低，咁只有大約1成。今次王金平唔配合馬英九，有評論認為係王金平想馬英九知道自己嘅影響力。所謂王金平呢，他沒有敵人，馬英九沒有朋友。那像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很多人支持王金平，也造成了在國民黨內啊，這個中生代也好，或者是黨籍的縣市長也好，他們都不出聲啊，都沉默以對。現在呢，主要的整個重點呢，就放在王金平的身上，也讓馬英九知道，就是說王金平這個位置，他起了一些關鍵的作用。那麼當初兩個人的感情上的這個衝突，那以後要如何彌補？我覺得這個也非常重要。喺今次服貿爭議，國民黨內部多個重量級人物好似都未有高調支持馬英九喎。分析就認為咧，馬英九民望低迷，佢哋都唔希望受馬英九拖累，影響年底嘅7合1選舉，甚至係2年之後總統大選嘅勝算。立法院俾反對服貿嘅學生佔據，行政院亦一度有示威者闖入。台灣的經濟不能被邊緣化，我希望大家討論服貿議題要以台灣前途為念，不要只顧政黨的利益。反對嘅其實唔止學生，國民黨內部亦對馬英九處理服貿協議嘅手法有保留。新北市長朱立倫話：服貿協議如果令台灣分裂對抗，社會成本太大。榮譽主席連戰、佢個仔中央委員連勝文等等都認為應該寬容對待學生嘅訴求。只有台北市長郝龍斌支持馬英九武力驅逐學生。分析認為，國民黨內部冇高調支持馬英九，係同年底嘅7合1選舉有關。7合1選舉會喺11月舉行。台北、桃園等多個市會選出市長，國民黨一眾重量級人物要面對選舉考驗。不過馬英九嘅民望持續低迷，最新民調顯示佢嘅滿意度只係得大約1成，不滿意度超越81%。分析指參與選舉嘅國民黨員都唔希望受到馬英九拖累。有國民黨嘅立委認為，國民黨喺立法院有優勢，馬英九要通過服貿協議唔成問題。但係國民黨嘅立委就可能會被認為要對今次學生示威負責，選民會喺競選時質疑佢哋，並且將對馬英九嘅不滿發泄到佢哋身上。佢哋甚至擔心事件會影響國民黨喺2016年總統大選嘅勝算，所以國民黨上下大部分都喺呢件事上保持低調。
有評論更認為，一旦局勢繼續惡化，國民黨為咗保住選舉，可能會逼宮，要馬英九放棄服貿協議。國民黨喺反服貿一事上失分唔少，但係民進黨亦未必可以獲得漁人之利。學生佔據立法院期間，正參選民進黨主席嘅蘇貞昌、蔡英文同埋謝長廷都分別去過立法院聲援。不過民進黨亦都擔心太高調參與行動，可能會被批評為趁火打劫，從中撈取利益，令呢場原本對民進黨有利嘅運動變成攻擊佢哋嘅把柄，所以盡量避免擔當指揮嘅角色。但係有學者分析，咁樣唔代表民進黨冇喺背後鼓吹。只要見到譬如台灣嘅媒體就知啦，一啲新聞台啊，一啲偏綠營嗰啲啊，係由朝鬧到晚，係由朝啊喺新聞上高評論節目，每一個節目上高下，係完全甚至係台灣馬英九行政院去澄清咗一啲關於服貿嘅傳說、不實嘅傳說啦，佢唔理，照樣將啲失實嘅信息傳播出嚟。學生運動喺台灣並唔罕見㗎，過往亦都成功爭取過啲訴求。但係今次學生佔據立法院嘅行動，有評論覺得係衝擊咗議會代議制度，但係亦都有分析認為係公民意識嘅體現。呢場以太陽花命名嘅抗爭，起初並冇精密部署。反對嘅學生認為，當局企圖粗暴通過兩岸服貿協議，破壞程序公義，於是打住守護立法院嘅旗號，佔據立法院。又試圖攻佔行政院，要求同馬英九總統對話。有評論認為喺民主制度下，立法機關係由民主選舉產生。如果立法委員無視民意，選民可以喺下屆選舉唔再重選佢哋，或者行使罷免權。咁樣嘅一場運動可能會衝擊議會代議制度。當你去行出呢一步，佔據行政院也好，佔據立法院也好呢嚇。即係喺呢個有革命性質嘅社會運動，其實係直接真係衝擊緊你個民主嘅制度嘅。所以同有民主投票之後咁多場運動都唔同，佢直接有史以嚟去佔據咗一個行使民主賦予佢哋權力嘅地方嘅空間嚇，嗰個政治意義係非常唔同嘅。曾經到立法院支持學生嘅前學運領袖黃丹就指，民主制度亦都有架構本身嘅問題同漏洞，一啲歷史因素或者會令選舉制度唔能夠充分表達民意，而民主制度下嘅言論自由、遊行示威就可以彌補議會代議制嘅不足。社會運動本身係民主制度嘅一部分，亦都有評論指今次事件係公民意識嘅體現。台灣會發展到今天，也是一個公民意識的覺醒。那公民意識的崛起的話呢，那學生他會走出來表達他們的一個意見，只不過他們的表達方式是會有過激。在一個民主化的社會裡頭呢，我覺得任何人都有表達機會，他的意見的一個自由。只不過執政者更需要小心翼翼的依法行事。現在如果說在這個民主開放的空間沒有模糊的地帶。亦都有分析指，台灣目前嘅局面亦都歸咎於行政院同立法院分權不清。有訴求認為要為兩岸嘅協議設立兩岸協議監督機制，但係馬英九就表示，兩岸協議係由行政權決定，立法院冇權立法監督。加上國民黨同民進黨政治立場幾乎完全對立，亦都造成黨團協商極為困難。有評論就指，反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嘅學生喺今次事件中避免同政黨扯上關係，日後可能會冒起一股唔屬於國民黨或者民進黨嘅新勢力，令台灣政壇力量重新調整㗎。而目前最重要嘅係透過談判磋商，化解立法院被佔據嘅僵局。好啦，今晚先講到呢一度，我哋聽日再見。